啊，是看今日夫妇闹热团亮的，我系中山伟。天发好嘛，26349121，有冇现场来嘅？我好朋友苏伟。大家好，我是苏伟。还有一位系我应当说爱美谢琼轩。我哋啊祝福客家台嘅朋友，大家虎年太富太贵，好运年年来。两位啊，我也有吉祥话，你有吉祥话？蛮讲，祝大家哦，今年系虎年嘛，丝丝孙熙春太前。老套，还有新的吗？冇咧，行讲准批你听啊。转一。嗱，有冇好朋友真係哦？今日2三來到了，我宣傳一出戲。对。哦，你都罵個名？第一次下屬就做阿爸。沒啦，沒有。第一次當爸爸就上手。第一次當爸爸就上手。對。啊，兩位在劇中係乜嘅關係？好朋友唔係啦。好朋友。男女朋友啦。做阿爸。黑到嘅哦。驚眼眉呢？佢到年底都佢喺做眼眉啊。我做眼呀，喺眼爸。係啊，眼眉喺眼眉啊。佢眼眉嘛。係啊，眼呀是做眼爸。亂講，眼爸係溫生豪。係啦，第一次當爸爸就上手。對，好介紹一下。好，這部戲會在3月28號，暗部頭8點，在我們17台會播出大首播。對，然後這部戲其實就是我們男生啊會受爸爸的影響很大，對，所以他會在猶豫該不該當爸爸這樣子。對，就是在講一個男孩變成一個男人的過程。那蘇偉都很好談，佢根本就係阿媽嘅中心而被怪罪嘅，就係你人因怪罪。忙結婚就有係啦，都市出台。他講 V 都做兩出戲啊，做動作功課哦，看動作片哦。對，有看一部那個《鴻運當頭》。鴻運當頭，前年的一部戲。古天樂要係劉。不是好萊塢的。好萊塢哦。好萊塢的。哦，國外的那沒選做有聲音的未婚有小孩的那部。抽。啊，你知道呢？你睇唔似噶，你睇想。我選有聲音的，這樣結婚嘛？都可以啦。不是你們聲音幾多歲？我說一下有幾多歳哦？那謝瓊軒呢？你到底會讀？就係我係做鍾欣怡的媽媽，所以也是她的岳母，就係。啊，你有反對？我都開始不會懂反對啊，因為這種事情其實他就是爸爸媽媽的心情，還有給爸爸，他也是從小就父母離。就媽媽就不在了，就去世了。對，所以爸爸等於也是一個老來子，你知道嗎？一個很新潮的爸爸。對，所以鍾欣怡的爸爸其實是朱陸豪老師。哦。對，然後演我爸爸的是林志儒林導演。哦，阿如導演。對，他都下海了。對。不過這部片聽起來很有味道，而且慶祝因為啊，這種未婚生子在客家客家人來講，嘅動態嘅事情呢。對，動態。哦，客家係較傳統哦，獨當嘅事，不過。慶祝我大家可以第一天咧，天出去看兩出戲，幾多號？我講一擺。3月28號暗部頭8點，客家電視台哦。冇錯，真係收看咯。你哋咪來接天花好嘛？同樣嘅哦，你哋一手接一筒，還有帶電腦來嘛？哦，一定有啊。有，先講。不過前2筒有加碼題哦，先講。好，先接啊。好。喂，你好。你好。你好，竹北的廖先生嗎？嘿，係竹北嘅廖先生。廖先生好。你好。蘇偉哥你好，陳軒姐你好。好。你團幾多號啊？係啊。1號 T。你阿張冒失鬼唔兩樣講嗬，亂入唐人們動作按裏面從來就唔是衝光人一台一扎絲啊，你係馬嘅絲咧？閃躲的閃。哦。閃躲的閃。哦，有一張門，啊，底部有一張眼啊，上睇咧，確定嗬？確定？確定嗎？確定，確定哦。好，來看一下閃躲的閃，錯唔錯？很厲害哦！好，你選幾多號咧？1號，好，來先來看一下1號。愛溫磨。唔係溫咯，確定哦。確定。1號哦。來看下清楚啲喂。好。真係冇溫哦，冇。電眼要拿出來了，
啊，万一重的反悔唔好哦。的东西，你做的妈，做唔得妈，爱了对不要可以给我啦。妈做对啦，确定哦。肯定我打开来看一下，得到的马该东西。电视、游乐器还有中文版的软体。太重。欢喜嘛？仲欢喜嘅。都欢喜哈！哦，等一下，唔係等一下，拿到的時間規工因做啲 Q 下來教，好嘛？好。我講按好運哦，你慢數位還有一隻加碼題要問哦。对，没错。好，我送馬哥，你先講一下。送一个高级血压机。对，玩味哦。对，搞玩会会脑充血。对。哦，血压机架拿出來量一下，好，題目係馬哥咧。哦，董建丹的啦。初为人父，猜一个客家戏剧的名称。哎，马哥，第一次当爸爸就上手。第一次当爸爸就上手了，看一下，错唔错？错的。厉害哦，恭喜！恭喜，董浩云呢？对，廖先生答对，要记得看我们的那个单元剧哦。真的3月28号。哎，对，没错。很厉害。谢谢你哦，恭喜哦，拜拜。好，重轩来接天意同天花。哦，係哪位打來嘅咧？哦，台中庄小姐妹，喂，你好。你你好好，恭喜新年好哈！新年好。你想要我们就先来看，想要選哪第一題？ Ticket 第七題 Lucky Seven，係啦，看一下，哦，同一隻詩哈。哦，同一張是哦，是5月15天。 15天，胖。馬該胖係哦。对。肥胖的胖，一個月嘛。一個月然後旁邊半一個半，哦，一張月咧，一般就4月了。对。哎呀，很怎么大家都这么厉害哎？唔會哦，唔錯還唔錯嘞，看一下，錯唔錯？錯咧！鄭姐很厲害，厲害，好，叫我來，你先記得好。我記得好嘅獎品。某天這種就拿這 DVD，還有天師就帶這種去了。哦，要記得好。 4號。 4號。 Number 4。哦。看一下。愛溫麼？我特拜就講強用。愛溫麼？可以提示嗎？我知道唔可以查哦。哎呦，唔可以查啦。上星期，結果唔可以查住，上星期。好 ，OK。哦。哎，冇人嚟聽啦。愛溫麼？用完。愛溫麼？嘉琪安尼就拿到電視遊樂器哦，你先甲上，愛溫麼？我想一下啦，其實東南呢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我早地講地位度，含有台中都地位。含有哦。含有天師。天師台中。給聽一隻愛溫麼？愛唔厲害？這樣的啦，我為這個那個莊小姐做一下那個好人。你給她說是偶數還是單數？唔係偶數要單數。好獎啊，好嘅獎品係偶數啊單數。做唔得安尼啊，給天天大天發落來。對啊。好啦，偶數要單數哦。愛溫麼？你有看到嗎？莊小姐，你有看到嗎？愛麼？其實表演是懂細緻的哦。愛溫麼？有看到嗎？好，不要換。不要換哦。對。好，確定了哈。對。好，很辛苦哦。噔噔恭喜得到的高級 DVD 放映機。恭喜哦！哇，你們兩個。都送大獎哎！送大獎 lucky 耶！有額外獎品嗎？有，春節還有帶，還有一個額外的獎品加碼題。好，加碼題。好，我送乜嘢東西咧？然後送倆高級遠紅外線能量磁盤跟5行精油。好，題目係乜嘅咧？題目就係剃白周阿爸就上手誒，男主角阿徹係曼尼曼莎，周誒曼莎，曼莎。蘇偉，還要推我到熒幕前。太簡單，這叫是不太簡單啦，人家就真係紅人就送獎品唔太㗎。一定要送出去啊！好，來講蘇偉錯唔錯？錯咧！恭喜！可以。
恭喜！安子生哦，恭喜哦！恭喜恭喜！多车两位，安子生，新年快乐！第一次当爸爸就上手会支持哦。有晚上来了哈，有晚上来了，你给他这哇，后这位你是李维哈，后这位有晚上来没？